秀空乘人员也随花车来到了上海，邀请大家搭乘长荣航空来宝岛旅游。 现在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风笛表演团。该乐团成立于1998年，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最优秀的乐团之一。乐团成员具有非常高的风笛和打击乐表演水平，很多成员都曾经在当地的传统音乐学院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他们致力于传播阿斯图里亚斯独特的文化，通过风笛及打击鼓乐的表演，将绿色西班牙的风情展示给全世界的观众。 现在即将向我们驶来的是来自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的花车“台北意犹未尽”，一台装载着台北。